我今晚咧繼續講大衛嘅生平，特別講到咧佢臨作王之前有兩次好嚴重嘅危機，同埋佢所寫嘅詩篇138篇。咁上次我哋講到咧，大衛咧因為俾掃羅王追殺一段好長嘅時間，佢後尾咧就懼怕，驚終有一日掃羅王咧殺佢。所以咧，佢跑到咧非利士嘅人嘅地方嗰度，係敵人嘅地方。其實大衛係唔需要懼怕掃羅追殺佢嘅，因為神曾經膏立佢作王，而呢件事仲未成就嘅。另外，大衛經過掃羅咁多次嘅追趕，但喺最危急嗰陣時，神每次都顯出拯救。其實佢繼續咁樣嘅話，繼續信任神嘅話，神會繼續嘅幫助佢嘅。另外，大衛自己都知道神係佢嘅高台，係佢嘅拯救，佢嘅盾牌。喺詩篇多次咁樣講，呢個係佢所認識嘅。但係可以咁講，喺我黑嗰度，一長期咁樣，以至佢信心軟弱落嚟，跑到敵人非利士人嘅地方。其實神可以制止佢去嘅，但係神點解唔制止咧？神允許佢去，當然係佢自己揀選嘅，但係神容許。點解咧？神俾佢更深認識佢自己嘅軟弱。有陣時最大嘅問題係點樣咧？就係我哋唔認識神，唔認識自己。有陣時亦都點樣咧？唔認識引導我哋嘅弟兄姊妹嘅心靈。神要造就大衛，以致佢作王咧係配嘅，同埋嚟咁牧養佢嘅百姓。佢要大衛容許呢件事發生，更加認識自己嘅軟弱。睇個環境嚟講，佢平安咗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經驗唔係再喺以色列地啦，掃羅王唔再追殺佢。另外，佢都點樣咧？能夠去過，佢唔需要住喺非利士嘅首都嗰度，有另外一處地方俾人安置。睇上嚟環境係平安咗嘅，但係可以咁講，佢裏面咧卻沒有真正嘅平安。歌羅西書3章15節咁講，又要基督嘅平安喺你哋心裏作主。嗱，呢個好重要嘅。我哋需要基督嘅平安喺我哋心裏作主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你能夠因為有咁嘅平安，然後跟住湧流喜樂。如果呢個心冇平安，你係好亂嘅個心，所以好亂啊！你個心唔知道前面點樣樣嘅，冇呢種平安嘅話咧，你好難喜樂嘅，你會有好多憂慮。可以咁講，佢兩逃離咗嘅。第一，逃離掃羅嘅追殺咧；第二，佢都逃離咗非利士當時亞吉王所住嘅地方，容許佢去到另一笪地方住。咁跟住咧，佢咧擊殺一啲人，但係當非利士王問佢嗰陣時候咧，佢明顯係講咗大話嘅。佢為着非利士王能夠信任佢，亞吉王信任佢，佢又再講大話。呢個光景，聖經記載點咧？足足有1年零4個月，話長唔長，話短嘅都唔短。但係天天咧就活喺裏面咧冇平安嘅日子，心裏冇平安。我哋今日最重要，我哋係有基督嘅平安喺我哋心裏作主。我哋繼續睇埋落去28章第1至第2節。那時非利士人聚集軍隊，要與以色列人打仗。亞吉對大衛說：你當知道，你和跟隨你啲人都要隨我出戰。大衛對亞吉說：
僕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亞迦對大衛說：這我立你永遠作我的護衛長。佢高立會作以色列嘅王。如果佢繼續信心等候嘅話，佢能夠作以色列王。但係而家竟然點咧？係作以色列嘅敵人王嘅護衛長。我哋要明白神嘅心意。喺呢個時代，神要建立基督嘅身體，就係教會。講緊教會唔係一個城嘅地方一處嘅教會，講緊全球每處嘅地方嘅教會，呢個就係基督嘅身體。你跟住讀落去咧，你發現點樣咧？掃羅最後咧係自殺死嘅，喺戰場死，因為佢自私自利，所以有悲慘嘅咁嘅結局。其實掃羅咧，佢係想建立自己嘅小王國，佢更加要都想佢個仔係能夠繼承嘅。你去參考之前我讀過嘅聖經。其實大衛係一個能幹嘅戰士嚟嘅，但係由於掃羅嘅自私，大衛沒有為掃羅所用。盼望大家好清楚，我哋都係大家一齊建立基督嘅身體。喺全球，我哋只有一個嘅工作，就係建立基督嘅身體。我哋唔應該成為今日嘅掃羅，只係關心我哋自己區嘅侍奉。嗱，我咁講唔好誤會，我哋當然要關心我自己區嘅侍奉。我哋應該更加咧多啲瞓身埋身，係幫自己嘅區。但係我哋唔只係關心自己區，我哋唔應該好似掃羅咁樣為自己建立小嘅王國，冇人管，做自己嘅工作。所以保羅都講，我哋應該要點樣求耶穌基督嘅事，唔好單顧自己事。另外，大衛可能從沒有諗到嘅，佢嘅歷史竟然與主成為人，已成就永遠自己有密切嘅關係。從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哋睇見乜嘢咧？從大衛條線，跟住咧，耶穌成為大衛嘅子孫。其實今日我哋所做嘅係影響新耶路撒冷城嘅榮耀嘅。呢座城已經喺度，但係佢裏邊整個嘅裝修，整個嘅榮耀係根據我哋而家地上所做嘅。雖然我哋每一個都微小，但盼望你理解我哋今日所作嘅係影響新耶路撒冷城嘅榮耀嘅，並且永恆嘅榮耀。其實聖經記載咧，非利士人已經好耐咧冇攻打以色列人，但係啱啱醒嗰時候，非利士人咧就打以色列人。當時咧大衛係左右為難嘅。我唔知我哋人生有冇試過一啲場合、一啲環境左右為難咧？你如果同非利士人一齊去攻打以色列人嘅話，就攻打自己嘅弟兄。掃羅王喺戰場死咗，約拿單死咗，或者掃羅啲仔死咗，可能咧牽連到大衛。我如果真係幫非利士人打自己兄弟，就算日後作王啊，都好困難。但係如果倒翻轉頭唔去打，好似又違背咗非利士王嘅命令，外國就有抗命之罪，所以係左右為難嘅。呢個係佢第一個難處。那時撒母耳已經死了，以色列眾人為他哀哭，葬他在拉馬，就是在他本城裏。
撒母耳嘅死咧，可能係對掃羅嚟講一個損失嚟嘅，因為起碼係撒母耳膏立掃羅。掃羅曾在國內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人。喺呢度咧有個注腳。非利士人聚集來到書念安營，掃羅聚集以色列眾人在基利波安營。掃羅看見非利士的軍就懼怕，心中發戰。掃羅求問耶和華，耶和華卻不藉夢或烏靈或先知回答他。嗱，咁你睇到我另外一邊嘅地圖啊，非利士人咧聚集喺書念嗰度係一個平原嚟嘅，耶斯列平原咁嘅樣。佢從北邊而攻打以色列，咁跟住掃羅咧就從基比亞咧，掃羅長基比亞嘅，去到基利波山嗰度對陣。咁但係咧，掃羅一睇見非利士軍隊咧就懼怕，同埋心中發戰。今日神係我哋真正嘅鼓勵同埋膽量。如果冇咗佢嘅話，我哋乜嘢都冇。但倒翻轉頭，如果有神倚靠神，就算面對非利士軍隊，都一樣可以剛強壯膽。今日我哋有屬靈嘅爭戰，有屬靈嘅侍奉，但係如果你倚靠神嘅話，我哋能夠剛強壯膽。如果我哋行喺神嘅旨裏邊，係做緊神心意嘅話，我哋剛強壯膽。但係倒翻轉頭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我咁樣真係恐懼戰兢。呢度講到掃羅求問耶和華，咁我陣間咧會詳細解釋呢一度。耶和華咧卻唔係藉着夢，以前佢哋有陣時會藉着夢嘅，或烏靈，或先知回答他。你特別注意先知。掃羅吩咐神僕說：當為我找一個交鬼的婦人，我去問他。神僕說：在隱多珥有一個交鬼嘅婦人。你特別講得交鬼，搵一個交鬼嘅婦人，跟住咧佢哋講有一個交鬼嘅婦人。嗱，咁呢度睇到咧，非利士人喺書念嗰度紮營，以色列咧就喺耶斯列嗰度紮營。其實隱多珥咧，佢講就係非利士人嘅後邊嚟嘅。佢哋去揾呢個人咧，要繞過去嘅嚟揾嘅，某種程度都危險嘅。但係佢竟然咧揾一個交鬼嘅婦人，佢軟弱到呢個地步咁樣。於是掃羅改了裝，穿上別的衣服，帶着兩個人夜裏去見那婦人。掃羅說：求你用交鬼嘅法術，嗱，呢個係交鬼嘅婦人。掃羅咧要用交鬼嘅法術，將我所告訴你的死人為我招上來。婦人對他說：你知道掃羅從國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術的，你為何陷害我的性命，使我死呢？呢個婦人咁樣講，都唔能夠提醒到掃羅。我哋之前咧睇過啦，聖經都講。佢曾經係禁止呢件事嘅，要剪除呢啲人嘅。但係而家倒翻轉頭，佢竟然約到咧去揾交鬼嘅婦人幫助。掃羅向婦人指着耶和華起誓說：我借着永生耶和華起誓，你必不因這事受刑。好明顯，佢違背咗聖經。我哋陣間睇落去。婦人說：我為你招誰上來呢？回答說：為我招撒母耳上來。婦人看見撒母耳，就大聲呼叫，對掃羅說：你是掃羅，為什麼欺哄我呢？王對婦人說：不要懼怕，你看見了什麼呢？婦人對掃羅說：我看見有神從地裏上來。掃羅說：他是怎樣的形狀？婦人說：有一個老人上來，身穿長衣。
掃羅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面伏於地下拜。嗱，呢度特別提到從地裏上嚟，又提到咧，掃羅竟然向呢一個類似或假嘅撒母耳，竟然點樣面伏於地下拜？我哋應該只能夠敬拜神嘅啫。撒母耳對掃羅說：你為什麼攪擾我，招我上來呢？掃羅回答說：我甚困急，因為非利士人攻擊我，神也離開我，不再藉先知。嗱，呢度提先知又再提，或夢回答我，因此請你上來，好此事我應當怎樣行？撒母耳說：耶和華已經離開你，且與你為敵，你何必問我呢？耶和華照他藉我說的話，已經從你手裏奪去國權，賜予別人，就是大衛。因你沒有聽從耶和華的命令，他惱怒亞瑪力人，你沒有滅絕他們，所以今日耶和華向你這樣行，並且耶和華必將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裏。明日，你注意到講明日，你和你眾子必與我在一處了。耶和華必將以色列軍兵交在非利士人手裏。掃羅猛然仆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話甚是懼怕，唔係安慰，係甚是懼怕。另外，那一晝一夜沒有吃什麼，就毫無氣力。你特別注意，那一晝一夜，婦人到掃羅面前，見他極其驚恐。咁第二日啦，因為我哋點講一晝一夜咩嘛，冇咩食嘢就毫無氣力。咁第二日啦，見佢極其驚恐，對他說：婢女聽從你的話，不顧惜自己的性命，遵從你所吩咐的。現在求你聽婢女的話，容我在你面前擺上一點食物，你吃了可以有氣力行路。掃羅不肯說我不吃，但他僕人和婦人再三勸他，他才聽了他們的話，從地上起來，坐在床上。婦人急忙將家裏的一隻肥牛作宰了，又拿麵團成無酵餅烤了，擺在掃羅和他僕人面前。他們吃完，當夜就起身走了。你發現咧，係第二日嘅晚上走咗。呢個係假嘅撒母耳，點解咧？因為掃羅王之前，摩西五經已經多次講唔可以交鬼。喺利未記19章41節咁講，不過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。我盼望我哋今日千祈唔好掂呢啲嘢，係極邪嘅呢啲嘢。不過求問佢哋，以致被佢哋玷污了，我亦話你哋嘅神唔可以求問佢哋。利未記20章6至7節，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術的，隨他們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變滅，神要向佢變滅，把他從民中剪除，甚至剪除。申命記18章10至12節都講，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交鬼的，凡行呢啲嘢嘅要話真喎，並且點樣將佢哋從你面前趕出。嗱，所以呢3節聖經好明顯講到神恨會呢啲嘢嘅，我哋今日亦都唔好掂呢啲嘢。咁呢個係假撒母耳嘅，唔奇嘅。林後11章14節咁講，這也不足為怪，因為連撒旦也裝作光明嘅天使咁樣。咁頭先我哋睇到清楚咧，摩西五經講過，起碼先有3個聖經明講唔應該咁樣做嘅，而掃羅亦都曾經禁止人咁樣做，同埋另外聖經從來沒有死人向活人說話嘅記載嘅。主曾經死過，但主從死裏復活咗，所以能夠活生生復活之後同活人能夠講嘢。但係聖經從沒有死人向活人說話嘅記載嘅，甚至以賽書8章19節咁講：有人對你們說，當求問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，就是聲音綿環、言語微細的，你們便回答說：百姓不當求問自己神嗎？豈可為活人求問死人呢？呢度講得清楚，豈可為活人求問死人呢？
因為當時撒母耳已經死咗。另外，路加福音16章嗰度，主耶穌講到財主同埋拉撒路嗰件事，在你我之間有深淵限定。原來陰間咧有兩個部分，一個咧係俾義人嘅，一個俾惡人嘅。我度都經有深淵限定，何況今日地上同陰間更加有好大嘅限定。撒母耳記上15章記載咧，撒母耳直到死嘅日子，再沒有見掃羅。撒母耳活喺地上嗰時都唔願見佢，何況死後咧？頭先我哋讀過，掃羅求問耶和華，耶和華卻不藉夢或烏靈或先知回答佢。其實撒母耳係一個先知嚟嘅，呢度都講佢求問嗰時，神都唔透過先知回答佢，點會透過個交鬼嘅婦人叫撒母耳出嚟再同佢講嘢咧？因為撒母耳係一個先知，所以唔可能係真撒母耳嚟嘅。另外，呢度講明日你和你眾子必與我在一處，跟住講到咧，表達意思即係會死啦。又話必將以色列軍兵交喺非利士人手裏。咁頭先我解釋過，呢個預言時間錯誤嘅。掃羅真係死咗，但係唔係明日，因為點解咧？當假嘅撒母耳講完呢句說話之後咧，係經過一晝一夜，跟住第二日婦人咧就急忙咧俾一隻肥牛做俾佢食，跟住當夜就係新酒，即係佢第二日晚上先走，第三日先至去到戰場，所以唔係明日死。頭先我講第二日去到戰場意思，即係話跟住之後就去戰場咁樣，未必一定係跟住嗰日去嘅。另外，歷代志上第10章咁樣講，這樣掃羅死了。呢度解釋點解掃羅死，因為他干犯耶和華，沒有遵守耶和華嘅命。第一樣嘢，因為佢冇遵守耶和華嘅命。第二件事，又因他求問交鬼啲婦人，所以好明顯，神唔會因佢求問交鬼婦人，叫真嘅撒母耳出嚟同佢講嘢。佢都因為呢件事以致佢死嘅。跟住佢講沒有求問耶和華，所以耶和華使他被殺，把國歸於耶西的兒子大衛。呢度講沒有求問耶和華，但你睇頭先撒母耳記嗰度咧，講佢有求問嘅，不過神咧冇答佢啫。原來咁樣嘅，撒母耳記載係歷史嚟嘅。掃羅行動上有求問，但係可以講到表面嘅行動，唔係真心嘅信服。正好簡單，一個人佢有禱告，並且話俾神聽佢悔改添，但係可能佢唔係真心嘅，所以神唔當佢係禱告真悔改，因為佢唔係真心。所以呢度亦都俾佢睇見乜嘢咧？掃羅表面上有求問，所以咧撒母耳記記載有求問呢個行動，但歷代志着重記載心靈嗰方面，一個記載歷史，一個記載心靈嘅歷史。今日都係嘅，有啲人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求問神，但係其實可能點樣樣咧？佢心中已經定咗係點噶啦，只不過求問神一個要做嘅，可以講咗一個環節嘅啫。但係求問之後，如果神叫佢唔好咁做咧，佢可能都繼續做翻原本嘅方向嘅。我哋唔應該有咁嘅態度。我哋求問神 stop 就 stop， 神叫我去就去。正如我都試過嘅，有啲弟兄姊妹咧問一啲大個嘅啲意見，其實佢自己已經定咗噶啦，佢已經定咗方向，佢只不過咧希望啲大個咧
能夠咧同佢嘅方向咧應啱門嘅啫，並且可能點樣去問一個 no 同佢嘅唔同咧，可能佢問第二個，最後可能係3-2咁嘅樣，邊個贊成佢咧就攞到多。呢個完全唔係咁嘅態度。我哋求問，神話 no， 我哋就係 no； 神話 yes， 我哋就係 yes。我哋繼續睇落去，非利士人將他們的軍旅聚作亞弗，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營。非利士手裏各率軍隊或百或千挨次前進，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同着亞吉跟在後邊。非利士人的首領說：這些希伯來人在這裏做什麼呢？原來非利士地咧有唔同嘅王嘅，唔同嘅首領嘅。亞吉咧就對大衛好好嘅，接受佢。但係今次咧全部一齊去打仗，所有非利士人，其他嘅首領竟然見到咩？見到大衛同埋一啲希伯來人就跟隨佢嘅人，好寶貴。神有及時嘅拯救，神藉着非利士其他王發現咗大衛，唔想同佢一齊爭戰，以致點樣咧？佢唔需要去同以色列打仗，避免咗同弟兄打仗，同埋同掃羅、約拿單死有牽連。另外，透過咁，俾佢能夠翻去洗革拉，佢原本嘅根據地。我哋讀落去，你發現咧，當時落洗革拉咧，被亞瑪力人攻擊，時間啱啱好嘅，神及時嘅拯救，好寶貴。我哋有陣時點樣咧？面對兩難之間，唔知點樣，好寶貴。神有及時嘅拯救。其實亞吉王咧對大衛嘅評價係唔差嘅，我用黃色 highlight 晒佢。譬如佢我未曾見佢有過錯。亞吉對大衛講：你係正直人，我看你甚好，我未曾見你有咩過失，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。跟住後邊講到乜嘢咧？你在我眼前係好人，如同神嘅使者一般。大衛喺呢段期間雖然軟弱，但係大衛始終喺咁多年裏邊，佢一次次親近神，佢心靈嘅根基唔會一下子完全瓦解嘅，佢仍然持有基本嘅道德底線同埋品格，只不過狀態唔係最好啫。正如好簡單，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不嬲翻開聚會，不嬲點樣都親近神嘅，但係可能突然之間心靈軟弱，可能點樣？可能佢聚會冇翻啦，少咗親近神啦，但係起碼佢都仲有啲基本嘅道德底線同埋品格嘅，譬如可能佢唔講大話啦，可能佢唔講粗口啦，唔再賭博啦，只不過佢狀態唔係最好啫。所以今日我哋個人係點係好重要嘅，始終。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人早晨起來，回往非利士地去。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。第3日，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洗革拉。亞瑪力人已經侵奪南地，攻破洗革拉，用火焚燒擄了城內的婦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卻沒有殺一個。呢講到啫，冇殺一個，都帶着走了。你睇隔籬張圖，從書念翻到洗革拉咧，幾乎係咩嘅？接近90公里嘅，唔近嘅地方，所以有成3日嘅時間翻去。但係嗰時啱啱先係點樣咧？我啱咧就係亞瑪力人攻破咗洗革拉，並且用火焚燒添，同埋擄咗好多婦女，其中大小。但神保護一樣嘢，冇殺一個。如果殺咗一個嘅話，大衛都冇辦法挽回。
原來我哋讀落去咁樣嘅，亞瑪力人咧攻佔其他城，只不過攻佔嘅啫，只有洗革拉咧係被火焚燒嘅。我哋讀埋去之後咧，你發現點啊？最後大衛竟然點樣奪回被擄嘅嘢，同埋擄掠其他嘅財物添。另外喺另一笪地方，掃羅戰場裏邊咧就自殺而死。乜嘢叫做最佳嘅時機咧？Perfect timing。乜係最好嘅方法咧？Wonderful way。如果出於神嘅愛，喺神嘅愛中，按佢嘅時間，以佢嘅方法，一切配合起來，就係成就最美好嘅嘢。可以講做喺當時嚟講，大衛經過咗第一個危機，但係第二個危機更嚴重嘅。呢度係佢嘅安樂窩，但係竟然點樣樣咧？俾敵人攻佔，用火焚燒，同埋擄晒啲人，連跟隨佢嘅人，我啲人都擄埋。我哋人生會唔會有陣時有好大嘅危機咧？但係好寶貴，洪水最高嗰陣時就快要退嗰陣時候，洪水最高嗰陣時就快要退嘅時候，以色列嘅歷史都試過喺二次大戰，希特拉屠殺咗好多猶太人，但係跟住之後幾年，以色列就復國。喺同期間，約冇咁上嘅時候，大衛可能寫咗詩篇138篇。我要一心稱謝你，在諸神面前歌頌你。呢度講諸神，當時大衛就係非利士人嘅地方，佢哋拜偶像嘅，佢哋有好多諸神喺度嘅，有唔同嘅神。但係大衛點樣咧？喺咁嘅環境，佢能夠歌頌神。我要向你啲聖殿下拜。咁當時咧仲未有聖殿嘅，只有會幕。但係大衛一直落個心咧，都係好想為神建造聖殿嘅。為你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，因你是你的話顯為大，過於你所應許的。好寶貴，神有慈愛，有誠實，同埋佢有佢嘅話，有應許。我呼求呢日子，你就應允我，鼓勵我，使我心裏有能力。呢個係大衛經歷過嘅。聖經裏面嘅詩篇唔係無病呻吟，唔係作出嚟嘅，全部係經歷過嘅。耶和華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，因他們聽見你口中的言語。他們要歌頌耶和華的作為，因耶和華大有榮耀。耶和華雖高，仍看顧低微的人。大衛當時真係好低微，他卻從遠處看出驕傲的人。我雖行在患難中，呢個都行在患難中，唔係住喺患難中，行過死蔭嘅幽谷，係行過。你必將我救活。呢度連咗4個必，大衛有信心。我啲仇敵發怒，你必伸手抵擋佢哋。神甚至點樣親自嘅干預，你嘅右手也必救我，又話必成全關乎我的事。經過咁多年，大衛被膏立咗王嘅，但係呢度大衛都相信神必成全關乎佢嘅事，又話你嘅慈愛永遠長存。就算無論我哋心靈係點，我唔係鼓勵大家犯罪，鼓勵大家失敗軟弱，係會有管教嘅。正如大衛今次成個安樂窩俾人用火燒毀咗，但好寶貴，就算佢投靠敵人，信心軟弱，講大話，但係佢嘅慈愛都永遠長存。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做的。神冇離棄過大衛，
今日神同樣唔離棄我哋，好寶貴。今日聖靈在我哋心裏邊，永遠唔會離開我哋。我哋睇埋落去，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燒毀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擄去了。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就放聲大哭，直哭得沒有氣力。我唔知你試過咁未？大衛有兩個妻，耶斯列人亞希暖和做過拿八妻的迦密人亞比該也被擄去了。大衛甚是焦急，因眾人為自己兒女苦惱，說要用石頭打死他。唔止係佢自己個城被毀，呢個城亦都係跟隨佢嘅人住喺度嘅。唔止佢妻子兒女被擄去，而跟隨佢嘅人都一樣，佢啲人被擄去，並且呢班人忠心緊緊跟從大衛，喺呢日都話用石頭打死佢。呢個係佢一手造成，唔夠信心投靠敵人所帶嚟嘅禍患。但好寶貴，喺任何環境最重要，我哋有冇信心？最重要，我哋係咪再一次去到神面前？正如頭先詩篇138篇講一樣，呢句聖經好寶貴，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，心裏堅固。弟兄姊妹，我唔知你有冇遭遇過好似大衛咁嘅環境？有陣時全部自己身上嘅嘢冇問題啊，最弊連累埋人啊，而啲人係淨好發火咁樣對你啊。但係大衛竟然點樣倚靠耶和華？大衛對亞希米勒兒子祭司亞比亞他說：請你將以弗得拿過來。亞比亞他就將以弗得拿到大衛面前。大衛求問耶和華說：嚟到大衛就真係求問啦。我追趕敵軍，追得上，追不得上。其實嚟講，好多人咧依下咧可能就唔問噶啦，一係追，一係就唔追。但竟然咧，大衛求問，耶和華說你可以追。第一話俾聽我追，必追得上，並且追得到，都救得回來，將其他人都可以救翻嚟。呢度咧，神甚至咧唔係淨講可唔可以追，追唔追得到，甚至可以講埋咧預言咧被擄嗰啲能夠救回。於是大衛和跟隨他的600人來到比梭溪，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裏。大衛卻帶着400人往前追趕。咁有600人啦，有400人繼續往前追趕，因為經已咩嘅啦，行咗90公里嘅啦。有200人疲乏，不能過比梭溪，所以留在那裏。咁有200個人咧就唔能夠啦，因為唔能夠追上去，只能夠看守啲武器啫，或者其他啲嘢。這400人在田野遇見一個埃及人，就帶他到大衛面前，給他餅吃，給他水喝，又給他一塊無花果餅、2個葡萄餅。他吃了就精神復原，因為他3日3夜沒有吃餅，沒有喝水。其實咧，佢哋已經追趕緊敵人啦，但係見到呢個人啊，呢個埃及人啊，應該係好乜嘢嘅？當時嘅光景可能好疲乏啦，因為原來3日3夜都冇食嘢冇飲水。佢哋做咗一個善行啦，一愛心啊，就俾嘢佢食。大衛問他說：你是屬誰的？你是哪裏嘅人？他回答說：我是埃及的少年人，是亞瑪力人的奴僕。因我3日前患病，我主人就把我撇棄了。第一，佢係埃及嘅少年人，但係竟然係成為亞瑪力人嘅奴僕。另外3日前患病，佢主人竟然咧就撇低佢。我們侵奪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屬猶大的地，並迦勒底南方，又用火燒了洗革拉。嗱，其他只不過侵奪啫，唯獨洗革拉燒咗，就係大衛嘅安樂窩。弟兄姊妹，唔知你有冇諗過你安樂窩有機會被燒毀咧？神要燒毀洗革拉，以致大衛
能夠去到希伯倫，跟住之後能夠作王。我哋人生有陣時咧，我哋認為嘅安樂窩，如果繼續喺度嘅話咧，可能你唔能夠榮耀嘅。大衛問他說：你肯領我哋到敵軍那裏不肯？他回答說：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，不殺我，也不將我交在我主人手裏，我就領你下到敵軍那裏。真係一切唔係偶然嘅，神嘅萬事萬物萬人效力，都係得益處。你發現大衛環境中大小嘅遭遇細節，都喺神掌權之下。第一，俾其他非利士嘅首領發現大衛，但係竟然唔殺佢，又俾佢翻轉頭，去翻細革拉。啱啱先，亞瑪力人竟然火燒咗細革拉，攞咗啲人。但係追嗰陣時，竟然有埃及嘅少年人係亞瑪力嘅奴僕，竟然3日前患病，主人又挑起佢。嗱，一切可以講到我哋整個人生大小遭遇細節，都喺神掌權之下，因為神愛我哋。那一人領大衛下去，見他們散在地上吃喝跳舞，因為從非利士地和猶大地所攞的財物甚多。又有咁啱得咁巧，佢哋散喺地上吃喝跳舞，因為你擄咗好多擄物。大衛從黎明直到次日晚上擊殺他們，除了400騎駱駝的少年人之外，沒有一個逃脫的。亞瑪力人所擄去的財物，大衛全都奪回，並救回他的2個妻來。凡亞瑪力人所擄去的，無論大小兒女財物，大衛都奪回來，沒有失落一個。神保守一切。大衛所奪來的牛群羊群，跟隨他的人趕在原有的群畜前邊說：這是大衛的掠物。甚至大衛得到亞瑪力人擄掠其他嘅嗰啲擄物。大衛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隨，留在比梭溪的以伯人那裏。他們出來迎接大衛和跟隨的人，大衛前來問他們安。跟隨大衛人中的惡人和匪類說：原來當中都有啲惡人同埋匪類嘅。這些人既然沒有和我們同去，我們所奪的財物就不分給他們，只將他們個人的妻子兒女給他們，使他們帶就是了。大衛說：弟兄們，耶和華所賜給我們的，不過不分給他們，因為他保佑我們，將那攻擊我們的敵軍交在我哋手裏。這是誰肯依從你們呢？想象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應當大家平分。大衛定此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從那日直到今日。大衛堅信神令佢哋勝利，呢度細佬講得好清楚，耶和華所賜給我哋的。佢知道唔係單靠佢哋能夠打贏呢場仗，係耶和華所賜嘅。既然係耶和華所賜佢哋勝利嘅話，有一啲強壯嘅繼續去上陣追擊敵人，但係有啲可能軟弱嘅、疲乏嘅，只能夠看守器具。但係得勝咗之後，大家應該平分。今日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好輕看軟弱嘅。我哋好多時咧，一個侍奉唔係單靠一個人講信息，背後點嘅樣咧？有人擺凳嘅，背後有人邀請嘅，背後有一班音響嘅弟兄姊妹。我哋整體嘅勝利，大衛好明白呢樣嘢。好啦，跟住咧，大衛到咗洗革拉咧，從掠物中咧取些送俾佢朋友猶大嘅長老。呢個地圖咧俾你睇到任何嘢都成。這是從耶和華仇敵那裏奪來的，送你們為禮物。他送禮物給住伯特利的、南地拉末的、亞提爾的、住亞羅爾的、色滅的、以撒提莫的、住拉哈納的、耶拉滅各城的、基利各城的。跟住仲有其他何爾瑪的、哥拉山的、亞塔的、
住希伯倫的，並大衛跟從他的人掃羅所到之處的人。咁呢班人咧，應該過往咧曾經係幫助過大衛嘅，所以大衛都點樣將啲禮物送翻俾佢哋。大衛係一個知恩嘅人，佢喺兩次危機裏邊，特別喺最後一次危機，佢知道如果唔係耶和華幫佢嘅話，唔係神幫佢嘅話，佢冇辦法能夠走得過嘅，係一個知恩。我盼望我哋知恩，知道係神嘅恩典，跟住我哋感恩。我鼓勵大家每日有機會咧為兩件事，最快兩件事感恩，養成一個美好嘅習慣，並且係一個報恩嘅人。臨尾嗰度講到，佢將啲禮物送俾人，點解？因為呢班人曾經幫助過佢嘅，去報恩。我哋今日都應該係報恩嘅。我哋點解會侍奉呢？其中一個原因，因神嘅愛激勵咗我哋，因為我哋想到竟然主為我死，我願意報恩。另外喺我哋人生裏邊，就算信咗主裏邊有好多人係幫助過我哋，我哋點樣？我哋服侍佢，我哋報恩。有啲未信主嘅人，可能你嘅父母，可能屋企人，就算未信主，但係養大你，各方面你報恩。我引用翻詩篇138篇第一節講：我以一心稱謝你。我盼望我哋一心稱謝呢位神。詩篇103篇點講呢？我嘅心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凡在裏面的也稱頌他的聖名。我哋心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跟住最後最重要點啊？唔可忘記佢嘅一切恩惠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哋係一個知恩嘅人、感恩嘅人、報恩嘅人。